细腻了。去年拢好势啦吼。有啦，寒人减减，伊拢会较酸啦，嘿啦，你对唔通在迄口臭人，你口人，嘛不要紧啦，吼，遐口臭口就。这久无咧口臭啊，上济是有点无。有要抓抓咧，安尼就好啊。对，较早把咱国家好，你遐大片臭。哦，拌炒拌袂了诶。你无闲呢？你去无闲啊？你刚才在讲，哦哈。哦，你7點幾啦，7點3更啦，還佫10點。哦。謝謝哈，平安哈，大家都平安小心哦。好，拜拜。好，拜拜。普天平平平安。哦，安定。还未看到影。等一下再过来哈，先开，我等一下再过来。OK。好。祝我说平安。大家平安。很大诶。对啊。
啉好茶哦。这哦，我那未食饭，所以这是迄个好食 carrot。哦，呀，今仔未食饭。我著为阮囝遐转来。哦，OK。呀，去顾囡仔，顾孙仔。啊。真辛苦。full time 呢。哦，full time。哦。安尼爱去挂保险哦，退休金。你知影？阮问一个讲，若要顾囡仔，偌济咯，互你要偌济，你知无？开喙$6000美金。听讲即摆行情是安尼呢。安尼啥物人咧欠头啊？阮囝听着6000块，伊讲毋免啦，我付恁1000，啊，恁来甲我顾。你讲打折那打遮济？哦。这饲囡仔拢了钱。是啊，即摆特别是即摆啦，伊若讲两个人拢上班吼，就有这个需要安尼嘿。对啊。平安，平安。李丽姐，你好无？平安。今年啊，啊，足静的吼。对啊。那今仔日日头还算上长的啊。啊？紧啊，日头还算长的啊。哦哟。咱当时要改时间。11月，不，对啊，11月啊，即摆3月改过啊。哦，改过啊。嘿。通常拢3月到11月啊。对啊，我袂记哩啊。讲quarantine了，拢连今仔日拜几都毋知影。改成迄落有几啊州改成迄落lockdown，搁开始吼，无一个好。我预期是下个 lockdown 啊。你若无安尼就是吼，会足凄惨啊。你看6月20几，毋昨啊做日，整个加州7200几个啊。将近70%。Hello，大家好。Hello，晚一点上来，我是讲，唔知头拄啊，大家人有讲到一个代志无？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今仔日我上班的时阵，阮同事有传一个那个，就是有关于我们那个Irvine，Costco 有就是在那个 the district 那个 location 有人有得，就是 tested positive 4 cases。 4 cases 啊。在 the district。哇哦。所以就是要看大家人，就是因的 employee 吗？哈？因的 employee 吗？对，他们的 employee， 然后伊有标出几个日子，看讲大家看有人有迄个时阵有伫遐无？哦，真的哦，你小会校阮一个。我等下会改迄个那个公文，那个公文是他们就是 Costco 里面的员工，他们 Costco 里面自己发给员工的一个公文。OK。可能是有人传出来，
被我们看到，所以我等一下会发到这边，就是发到这边那个有一个聊天室，然后请大家看一下。6月13号、6月18号、19号，就是那几个员工有在这几天有上班，所以 ，Costco 的员工对，在 Irvine 的 District 这个 location。它是属于 Tustin District。哦 ，Tustin， 对。因为那个 location 是蛮大啊，足侪人拢会去那边啊。因为我前几天拿打去，我惊一条。是 Barranca 跟 Barranca， 它是在那个 Park Avenue。OK。Jamboree 啊，对 Jamboree 遐对，对，在遐附近。我尽甲那个 save， 然后发上来给大家。好。讲这唔知会当就是发那个照片无？我来研究。照片好像不行哦。照片不行，只有 text message， 就是它是一个 image， 就是 Costco 发给他们自己员工的一个公文。那你可以用 email 给我吗？好，可以。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日看到，我想讲今仔日用暗暝甲大家人讲，因为若是住伫 Irvine Tustin 家的人，可能我比较危险。很可怕。就是疫情，就是一直还是没有降温，但是已经这些 business 都已经开放了。然后我们银行也是下个礼拜1开始要 back to normal business hour， 所以大家也是很害怕。那问题会很大。对呀，就是小孩子 daycare 都有 open， 那要怎么办啊？哎呀，只能 take care 啊。咱今仔日个先来讲一寡概论啦。伊讲是迄个上 worst case 啊。它是什么 case？worst four cases。4 case。4个确诊是不是？对，4个确诊。4个确诊，然后一个是在 photo 的那个 department， 2个还是3个是在那个 meat department， 就是处理肉品的那一些那个对我那个肉我都是从口叫呢，怎么办？对啊，我也是啊，我才刚买。所以就是拢爱，就是还是得，就是口罩一定要戴着，一定要洗手消毒。这几行一定爱做到做确实啊。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得到，像我的儿子的朋友他们得到，可是症状很轻，无症状，症状非常轻，只有一点点咳嗽。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得到，对，现在反而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多。最近，所以说还是要保守一点。是啊。我想是有一个 link， 我现在贴给大家，它这个 link 可以直接看。
我无看。他是这是 from 那个 Facebook， 然后呢，他是 Santa Ana News， 他的第一则那里就是第一则那边往下 scroll down， 就是有写，就是 Costco intendant at the district posted a letter， 然后什么什么那边就有写。18号、13号、16号、两个13号的拢有去上班，啊，一个是16号，一个18号拢有去上班。啊，若是讲有去上班的话，伊已经钓到来，可能伊个会传咱给，互迄个伊边仔的人。对啊，嘿。是的。好，谢谢。不客气。好，时间已经到，来。好，咱今仔日要来查考加入太书啦，吼。加入太书是算伫新约内底迄个书信吼，内底较特别的一本啦，吼。咱知影一般写批就是讲写互像咱之前读提摩太前后书是写互国人的。其他像讲罗马书啦、哥林多前书、后书等等，这是拢写互做 basic 的教会，有一间教会的名吼。但是加入太书伊较无共款的是吼，伊毋是一个 city 的名，伊嘛毋是一间教会的名，吼，伊是写互几啊间教会吼，伊遐讲众教会啦吼。较特别的是，保罗伫遮伊个有写讲吼，毋是干那我写尔吼。伫第一章第二节，咱等下会去讲着吼。伊咧讲着讲，我甲所有伫遮的兄弟吼，做伙写批互加大的正教会，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批信，互教会。然后这嘛是一个真特别的批信，在论着，伊当然有讲着假教师啦吼。因所拄着的问题，伊咧针对特别的犹太教的问题，会当讲是教会内部足严重的一种错误的教导吼，伫遮吼。咱等下大概甲迄个概论小可讲者了吼，咱会甲进入第一章啦吼。咱先来祈祷，请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听从你的恩典，也互阮会通做伙组织透过网络阮特别是伫这段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时阵，阮恳求你特别的恩典甲阮三角地地，互阮无惊吓，也会晓伫保护家己。当大家当咧开放检测的侪人也无有即种危机的认知的时阵，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向做自我的保护，阮会通伫你的保守下面，继续来持守来追求主你的真理的话，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对地，互阮会通伫加入太书的查考的中间来得到帮助。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来，咱要来看概论吼。我拄则已经讲着吼，加勒泰伊毋是一个城市的名，也毋是一间教会的名，伊是一个区域吼，伊一个区域你讲区域也好，伊伫遐有两个意思啦吼，一个讲区域，一个咧讲迄个城市吼。伊伫倒位呢？咱若用迄个保罗的时代、罗马的时代来看整个的罗马帝国的即个地图吼。咱即马看到这个红色的部分，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罗马帝国统治的这整个的所在啦吼。较深色的是伫主后117以后的较占领的吼。所以黄色的部分大概就是差不多是这个
罗马帝国伫初代教会时期的领土吼。这个差不多，咱若咧讲到保罗的宣教，就是我即马箭头所比这个亚细亚的所在，就是亚细亚，就是即马土耳其这个所在，欧洲的福音迄阵摇袂起哩，摇袂起哩，咱开始要讲到这个加拉太了后，就开始有这个部分会去讲到伊伫马其顿的这个服侍其他个是讲伫这个亚细亚，就是即马土耳其的所在这个加拉太呢，就是拄好伫这个亚细亚土耳其的中我用较大互咱看伫中这个部分我看会当用笔出来画互咱看，好来，这个部分就是加勒泰的区域这个你看有这个就是加勒泰的区域咱会通看到讲伊伫这个所在甲这真正无共款伊拄啊伫迄个亚细亚，就是讲土耳其的这个中的这个部分中的这个部分。好，来，咱搁继续入来搁较近的这地图来看的时阵，伊拄啊伫迄个土耳其亚细亚这个中拄啊切一半这个所在你有注意看有3点红点迄个是教会啦安提阿、以哥念甲罗斯德这个3个所在你来看北边北边遐基本上无教会较南边才有啦这种是伫保罗的宣教，咱有机会来讲保罗的3摆宣教历程咱就大概会更较清楚这部分的这个教会建立啦好咱有看到所以可能咱住伫加州的人会较清楚伊有分做北加甲南加啦北加拉太甲南加拉太北加拉太甲南加拉太这是用现代地图卫星地图去看加拉太伫遮加拉太基本上是一个小亚细亚北部高卢人咧住的一个所在，是较北边的北加拉太咱咧讲的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讲法是讲加拉太省迄个省整个的省罗马帝国加勒泰省伊范围无介大，但是定定有变化。咱踮去看地图，甲拄则咱看地图的位置，佫有小可无共款咱等下去看到看到迄个保罗宣教的历程好，咱大概知影这个这个部分啦加勒泰第1章第1节甲咱讲加勒泰书的作者是保罗第1章第1节，但是伫第1章第2节佫甲咱讲，我甲我做伙这信徒有诶所在翻译做兄弟做伙写批互恁啦咱知腓利门书伊咧鼓励基督教诶这诶信徒教会内底信徒伫爱称主来伫教会内底爱称兄弟，所以伫遮有诶翻译是翻译做兄弟像我手中个另外一本的中文译本，伊讲和所有与我在一起的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所以伫这个所在保罗伫遮伊也真清楚咧表达讲，这张批毋是简单伊写尔佫有其他的同工做伙伫迄个所在做伙伫迄个所在这是会通讲是较特别较特别的一个记载这个批信真特别的所在是，毋是一个人写互一间教会毋是一个人写互一个人是伊甲伊做伙正兄弟，像咱台语的译本就是讲正兄弟写互加勒泰的遮的教会中文讲众教会
这是较特别的所在啊。所以作者咱真清楚知影是保罗伊才有写出来吼。伫古早因的写批，毋是像咱即摆吼用迄个批纸啊咧写吼，啊咱的署名拢是写伫批上后壁对无？咱要写批就讲，比如讲敬爱的某某人，还是讲敬爱的某某教会兄弟姊妹，啊咱就写批的内容写了，咱的名较写伫个后壁，吼，较写伫个后壁。但是事实上，因当初是咧写是吼，寄批的人的名写伫个头前，收批的人的名嘛写伫个头前，吼，啊然后开始写请安，吼，开始写请安，就亲像即马咱伫经文内底看到安尼，吼，我保罗，我使徒保罗写互你安那，对，伊开始很快就知影讲是啥物人要写互啥物人的批，吼，这是古早写批的方式。比较较正式的公文的写法，嘛会甲寄信人甲收件人放伫咧头前监管遐吼，啊，这是较正式的写法，古早的写法啦吼。所以咱有看到讲，伊伫第1节、第2节有写着这个作者是保罗甲伊身躯边的同工，所以因某一个程度嘛参与写这张批互正教会。啊，咱会当伫这个电源的顶悬看见，也是讲去谈到讲保罗咧表达讲，伊要写后壁的代志是足 serious， 所以伊毋是一个人写尔，因有做伙讨论，有做伙去谈过。啊，这就是伊后壁要针对的加勒泰正教会的问题，咧讲的物件啊，所以因有伫遐讨论吼，有伫遐讨论。18世纪、19世纪是有一派的圣经学家主张讲，讲这个写保罗的这个人是冒充的啦吼，但是因为这个因的证据足薄弱啦吼，即摆差不多已经无人咧讲这个论说啦吼。不过我有资料，所以我大概互咱知影一下。咱若有听到人咧论这个时阵，咱嘛会当甲伊小可对话吼。18世纪、19世纪捌兴起一派的人咧安尼讲。但是因为因无啥物证据吼，所以尾啊，这个学说就无法度有立足点啦吼。OK， 到底当时写吼有像无有3种的讲法无共款，当然包括讲伊即张批是写互北加勒泰，也是南加勒泰，要写互什么人这个基本上伊的迄个时间会无共款啦吼。我甲所有人咧讲的这个可能性呢，我拢分享互咱知啦吼。这甲保罗个宣告有关系啦吼。咱咧知影伊有去过3摆吼，伫这个中间，但是拄则地图互咱看见，差不多这个教会拢伫南加勒泰啦吼，拢伫南加勒泰这个所在。咱看伫伊第1届宣告如庭吼，你若准是伊安尼，迄个时阵写的时阵，迄个时间较早，差不多是主后40几年、48、49迄个时间吼。甲顺伊若是第2摆了后吼，伊才去的吼。迄大概就是会较差不多主后50几年安尼啦吼。有人主张讲伊是耶路撒冷大会了后才写，用第1届倒转去伫迄个耶路撒冷甲这使徒开会报告了后，伊才写吼，才有可能吼安尼。有一个主张讲加勒泰是写互北部的这个族群的人吼，但是这个佫较安怎讲啊？迄个咱讲成立的迄个资料，还是讲证据足薄弱啦。因为第1章、第2节甲咱讲是正教会，伊足清楚是写互教会，毋是写互一群人安尼尔定吼，伊是写教会吼。所以咱伫遮看啦吼，伫加勒泰省的即个内底，加勒泰省的即个内底，吼，是咧，遮吼，加勒泰省的内底，北部呢，北部咱看吼，北部遮拢无教会，倒位有教会？只有南部遮，才有3间教会，
才有3间教会。所以若真正要论讲保罗写即张批要互遮个教会是咧讲倒位，比较较济诶，还是讲较有法度被接纳诶讲法，就是讲南加勒泰即3间教会啦，才有教会因咧面对内部诶问题，所以伫成书诶日期大概就是伫咱咧讲诶保罗伫第3摆了因伫即个所在开始看到因有问题，然后伊开始写批来甲因讲大概是主要54、55，或者是搁较后壁嘛有可能好，伊写即张批诶主要诶目的就是讲，即个区域有假教师。咱伫提摩太前后书，特别是前书就开始就讲着讲因有假教师，但是提摩太拄着诶假教师甲伫加勒泰地区咧拄着诶假教师，佫有淡薄无共款，佫有淡薄无共款咱连伊会去讲着还是讲后壁咧开始查经诶时阵会去讲着伊因咧主张讲信耶稣基督以外爱遵守律法啦迄个遵守律法才会当得到救恩。你若要论真来讲好若亲像咱即摆诶台湾诶民间宗教咱咧讲诶做功德安尼你爱做偌济好事，你有偌济迄个积分credit， 你才会当去入天国得救恩。大概迄种诶概念用行为来得救即个概念所以伫遮保罗甲遮同工真重要，是要甲加勒泰遮正教会诶信徒讲，什么是真正诶救恩所以因诶目的是要来抵抗即种诶异教，也是即个错误诶教导伊诶内容大概是咧讲，人只有靠信心伫上帝诶面头前，就会当称义啦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即个物件，我若讲着因信称义，咱会当去想着一个人，一个神学家足重要诶神学家甲解决总有关系迄个人足爱加勒泰书啦什么人？就是马丁路德啦就是马丁路德伊马丁路德诶神学就是因信称义，伊毋是咧讲因行为称义，伊并毋是讲无需要行为，但是迄个得救诶条件袂当甲行为诶 credit 放入来你迄个后壁诶行为是一种对救恩恩典诶回应，是必然爱做诶爱欢喜做诶像这过来咱后一个讲道分享，咱有咧讲着袂使死尔，咱若小可会摕到即个部分所以爱变着信心，靠着信心会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啦保罗所传的是因信称义的救恩，毋是靠行为得救的救恩这真清楚伫加勒泰书内底会讲着所以伊嘛咧讲整个的规本的圣经拢咧讲着因信称义的福音毋是因为行为的福音犹太的基督徒相信新约教会只有延续旧约的礼仪，咱注意听这句犹太的基督徒相信新约的教会只有延续旧约的礼仪、律法、传统，才会通得救。所以基本上，犹太的基督徒对伫救恩顶悬有足毋对的、足严重的错误的了解爱遵照着旧约的礼仪、律法、传统，才会通得救。所以因坚持外邦人必须爱接受割礼。所以咱伫加勒泰书内底，咱会当去看到保罗足反对割礼，割礼割礼。伫即个传统的礼仪，伊认为甲救恩无关系。咱听到到遮，毋知有感觉有问题啊无咱拄读过提摩太前后书，咱知影提摩太是甚物人引带信主的？保罗。
啊，保罗甲做啥？保罗甲行甲咧哦，保罗甲提摩太行甲咧，但是伫即个所在，保罗足反对、坚持反对甲咧。这咱伫后壁会过来讲啊，过来讲，这先等互咱来思考啦保罗主张迄个律法主义会叫咱离开基督，迄个离开基督的意思就是讲离开救恩啦。你若伤过强调律法的时阵，你会离开迄个救恩律法主义的伊认为是一个空虚用来做审判的，毋是真正的救恩因为伫新约咱咧讲的福音迄个救恩是已经对耶稣基督的死搁活已经赏赐互咱，而且照约翰福音第3章的讲法就是足清楚，只要相信的要赏赐互一切相信的人，无得到灭无，要得到永生这个真清楚的一个救恩的概念伫即个所在。所以保罗真强调讲，只有相信真正福音的人，才会当活伫真理的中间，基督徒才会当得到迄个永远的救赎这是大家伫内底足强调的有圣经学家咧讲伫加勒泰书内底的保罗是一个足坚持标准真严格的一个传福音的使徒。伫别个批信内底，伊有足侪劝勉有足侪鼓励啦，甚至有足侪安慰。但是伫遮批判性足严批判性足严。所以有的人无介意加勒泰啦，伊讲这伤过硬安尼有一寡甲加勒泰相关的经文，我有传互咱啦咱若有时间会当甲较完整的来看也是讲。咱有时间过来看保罗的宣告旅程的时阵，咱会当更较清楚去看到啦使徒行传第13章、14章咧讲到保罗第一届宣告旅程中间，咧讲到安提阿教会第1节甲第52节的安提阿是无共的。来牧师倒转来拄则的地图我互咱看一下OK， 好来，伫遮来，咱来看这个第1节的安提阿咧讲啥然后后壁的安提阿咧讲这个，咱有看无共款拢叫做安提阿。你会感觉其实无需要感觉足奇怪啦比如讲咱伫迄个洛杉矶嘛会当看到什么 Arizona Avenue 什么货安尼你一寡移民的人足爱用故乡的地名来去称一个你去住的所在的地名，也是路名安尼所以咱大概知影一下这个安提阿，我搁画一个第1节咧讲的安提阿是宣教师差派中心所以你若注意，咱来去看保罗伊的宣教大概拢对这个所在，甲这个所在有关系。对遮出来对遮出来，第一摆就对遮出来，甲遮塞浦路斯这个岛然后搁去到这个其他的所在这个是会当也是讲伫圣经中间讲，基督徒第一届去用称作基督徒的所在，就是拄遮迄个所在所以咱知影。这个安提阿第1节安提阿个甲52节的安提阿是无共的，就是伫犹太地，就是伫迄个就是咱今仔讲的加勒泰的所在伫这个地区伫这个地区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伫遮伫遮伊伫即几级的教会内底遮你来看遮写吕高尼，遮写加勒泰。拄则伫前言的时牧师有讲到伫罗马咧统治的时代，迄个省份的区域一直咧改变，即摆看的地图甲拄则咱所看的地图，这无共款啦这是保罗宣教旅程
咱来看伊伫这个所在吼，伊的宣教路程嘛是，就是对这安提阿开始，伊落去到伊利牛吼，咱来看书的横端以下吼，下到西流基吼，然后坐船来到居比路吼，嘛另外一个名叫塞浦路斯啊吼，然后搁坐船去咧到遮吼，这个是伊的路程啊吼，伊倒来伫耶路撒冷才报告。所以咱称作耶路撒冷大会，迄就是咱咧讲诶，使徒信经咱咧个别咧大公教会，就是这个叫做大公会议，尾啊叫做大公会议对这个做前身开始诶好，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圣神禁止因伫亚细亚讲道因就经过佛吕家加勒派一带的所在这是第二届的宣教旅程经过加勒派的所在所以这个是伊的第二届的旅程伊有去迄个所在对遮去咱看好，然后伫18章23节因搁开始要去的时阵，然后因就搁经过这个所在加勒派甲佛吕家来坚固因的信仰伫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节，伊嘛有咧讲到遮的吩咐加勒派正教会，恁着安怎来行？所以保罗甲加勒派遮几间教会正教会关系足密切伊设立教会甲因设立长了后制度用好了后，保罗就离开，互因家己去管理教会，然后才开始写批来关心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0节，咱读过伊咧讲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去帖撒罗尼迦，继续书去加勒派才佫有讲着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伊讲我彼得耶稣基督的使徒写批互上帝所选的子民，也因为要拆咱的人去甲本都，去甲加勒派，去甲加巴多加甲亚细亚遮的这拢有讲着甲伫哥林多后书第2章13节也有提着马其顿马其顿基本上就是因对迄个所在去经过遐去到马其顿是要去到伫这个欧洲因经过迄个所在来这就是保罗的第3届的旅程第3届旅程伊伫这个所在去经过伊大概分段啦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第1节到第5节是请安第6节到第10节是开始责备啦责备因教会内底的一寡人是离开真理的所以第1章的第1节到第5节，咱若去看经文的时阵，就是亲像我拄则咧讲过去的人咧写批收批的人寄批的人，然后就一段请安，甚至伫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伫伊的批信内底是气候险甲无一块好的虽然安尼，伊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开始的时阵，犹原甲因请安，犹原甲因祝福。这是一个写批的一个，咱咧讲的不成文的规定也好啦，也是讲一个习惯啦你是讲我小可来读者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节啦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蒙召的圣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召我主耶稣基督有名的人得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嘛是甲因祝福。后壁开始讲到因实际的问题而且嘛是同款，第1节到第5节开始用请安甲因祝福嘛为着因祈祷讲毋茫因会当离开这邪恶的这个世代然后第6节到第10节，伊咧责备遮教会内部有一派人。因讲，你
恁离开即个福音，基督的福音，去别个福音，敢有福音？其他敢有福音？咱连咪会讲着吼，当然是无啦吼。OK， 过来就是对第1章的11节到第2章的21节，咧讲着保罗本身吼，本身这较特别是保罗伫加拉太书在强调家己使徒的身份，使徒的身份牧师我伫讲道中间甲咱大家分享过使徒会当用 capital A 的 apostles 甲小 A 的 apostles 所以咧讲的讲 capital A 基本上是咧讲耶稣家己选的迄12个，但是使徒保罗伫遮咧强调伊是使徒的身份，是因为伊有受呼召，而且伊家己个认足清楚认为讲，伊是受到耶稣基督各我圣神感动甲伊呼召，伊迄个使徒的身份特别是因为伊过去是一个迫害基督教会的人，当成做一个传福音足积极的人的时阵，伊需要去表达伊家己的身份甲伊家己的认同，所以伫这个所在伊也真清楚咧讲着这个部分，也咧讲着伊家己的信仰家己的信仰伫遮有讲着遮的，然后伫第2章有讲着其他的使徒接纳保罗，这是非常重要一项代志因接纳保罗了，因才会辅导同工，才有法度做去传福音啦所以伫第1章到第2章的21节这个所在，拢咧讲着伊家己的遮的信仰甲伊的呼召保罗伊家己嘛有强调讲，伊的福音甲伫耶路撒冷使徒的认知，也是讲基督教遮的基督徒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特别咱知影保罗伊家己真清楚，伊受呼召的目的甲方向，就是要成做外邦的使徒，传福音使徒然后伫即个第3章甲第4章，就是咧讲着教义啦咱知影，咱前礼拜讲着腓利门书的特别是伊拢无讲着教义，无讲着神学，咧讲着一个人的信仰的实践，讲着对路理的看法伫加拉太书就足清楚，伊咧论教义这个教义是足清楚咧讲着因信称义这个概念因为伫教会内底，伫加拉太正教会内底有一群足强的犹太基督徒，因感觉讲这外邦的基督徒需要亲像犹太人的传统同款，爱受割礼，爱遵守律法。旧约的律法有几条？摩西的律法几条？10条诫命下口613条因要用这个来套伫这外邦的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基本上保罗伫遮用安尼咧甲因辩，咧甲因教导这个教义真重要的代志。伫第3章即第6节到第9节咧讲，咧提到讲亚伯拉罕的经历，咧讲着迄个亚伯拉罕甲伊的后的经历的这项代志咱咧讲着割礼的物件啦基督徒到底，特别是讲外邦的基督徒需要受割礼无？犹太人有家己的文化，因感觉有受割礼才有甲上帝有关系这咱无去甲质疑，这无问题。但是外邦的基督徒需要受割礼无？我毋知咱有读过迄个历史无第2届世界大战德国的这纳粹军人要安怎掠犹太人？因个人犹太裔的德国人德文讲了足好的因拢叫遐查甫人徛伫遐，跪拜徛伫遐，裤脱落来，去检查有受割礼的迄个犹太人，因用安尼啦所以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文化的传统，
啊，因的根据是倒位？因的根据是讲，上帝伫创世纪内底有讲着亚伯拉罕甲伊后裔要用安尼来做契约。但是咱倒转去看希伯来文原文，迄个后裔是单数，吼，亚伯拉罕的后裔，迄个后裔是单数。伫整个咱咧讲的拯救论吼，救恩的观念来讲，迄个单数的后裔咧指啥物啦？指耶稣基督，指耶稣基督。咱有机会伫经文的时阵，咱再过来讲啊，吼。好，伫这个所在咧讲到律法会带来咒诅，伫第3章18到14在这中间，牧师拄则有讲到讲，犹太基督徒想要甲旧约的传统礼仪甲律法摕来套伫外邦的基督徒的身上，咱来用这个咱所了解迄个三国志啊吼，迄只孙悟空伊的头壳顶是啥？那叫金箍咒啦吼，迄就是一个咒诅伫迄个所在。你若无安尼做，你袂当得到救恩。吼，你知613条拢守，你才会当得到救恩。若无吼，你就会安怎？迄就是一个咒诅。咧保罗咧讲迄个部分啦吼。基本上伫遮保罗一直咧强调，就是迄种应允是上帝互咱的一个应允，也是讲恩典啦吼。所以伊伫遐咧讲着咧论着讲律法的功用，伊开始咧讲律法毋是要照着安尼甲咱拔掉咧啦吼，是伫迄个救恩还未照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的时阵。迄个时阵才用律法来帮助咱行伫正道顶悬。但是当耶稣基督来成全这个救恩了后，咱就是囝，无搁再是奴隶，无搁再做律法的奴隶，吼。然后伊开始讲的时阵，就讲第4章的第8节到11节，要讲到这的背叛，也是讲背离的这的危险性，吼。保罗真强调讲做上帝的儿女的自由，对第4章内底到第5章，拢有咧讲吼，讲咱要做一个真自由的基督徒真自由的基督徒。然后要安怎来去实践咱的信仰？其实这是保罗伊咧讲的一个重点吼，伫咧论了后，伊后壁所要讲的。伫第5章开始到第6章，伊拢咧讲这物件，咧讲着信徒的责任啦，圣神的果子啦吼。甲太书第5章22节、23节，咱作写的讲圣神的果子，圣神的果子伊遮有讲着9项有着9项。咱讲到这时，咱才过来讲吼，嘛有爱倒转去原文去了解吼。所以咱的得救是借着圣神的得着性命，毋是借着肉体，毋是借着迄个实践迄个律法，是咧借着救恩伊嘛爱咱来互相帮衬互相帮衬。然后伫落尾伊就是共款结尾的时阵，伊拢会讲着祝福伊会用一个劝勉也是讲祝福伫上落尾是上落尾伫这个所在。好，概论讲到这有问题无？咱会当小开一下，然后再过来继续讲。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stop 掉，咱会当先开起来讲一下。咱若有要分享迄个第1章后个礼拜再来讲嘛，无要紧吼。有无问题无？
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嘿，迄个犹太人若是读着这本册，甲读着保罗遮写的，啊，毋知因的反应是安怎吼？就是讲，嗯，即个迄个反应的迄个 percentage，还是讲保罗敢有法度甲 convince 着说服讲，即个割礼是无需要的。即摆就是讲，你的问题吼，你的问题是爱先厘清啊吼，你咧讲的犹太人是犹太教的，还是犹太基督徒？哦，犹太教，啊。犹太教的根本都无爱甲保罗对话，好毋好？哦，啊，像讲因若去看，叫你的即个批是伫教会内底嘛吼，啊，若假使若讲摕去伫迄个犹太教内底犹太教导的时阵，毋知有法度讲说服讲即个割礼吼，无影响着救恩。基本上我感觉迄个还佫一个前提啦，要进入甲因讲你无需要割礼的时阵吼，真正就是讲伊有接受，伊有法度接受耶稣基督过我，还是讲耶稣是基督的？伊若这个前提拢无法度的时阵，你甲伊讲割礼是讲袂通的啊。我拄则其实咧强调就是讲，割礼已经成做一个犹太文化的物件。所以因的囡仔是生出来不分任何理由吼，因就是第八天就三伊行割礼啊。伫犹太的传统中间，只有查甫的需要行割礼，女的毋免。伫非洲有足侪查某囡仔，因拢会去用掠去行割礼，迄是足歹的一个文化。这是佫无共款的物件。其实迄已经甲救恩无关系，已经变做一种文化。是毋是？咱咧讲伫犹太基督徒的家庭内底，因嘛是会甲因的后生行割礼。照圣经的研究来讲，就是讲因了解伫沙漠咧生活这游牧民族，行割礼是对因的个人卫生有帮助啦。这用这个方式咧去做，然后了后就成做一个因的文化顶悬，甚至即摆已经拢规工都拢吹冷气啊，伊嘛是咧行割礼啊，已经是算文化物件啦。所以其实保罗伫咧论的这中间吼，伊其实足清楚咧强调是外邦基督徒无需要行割礼这项代志。因为行割礼所要带来的，毋是干那割礼的文化尔定。因为你咧强调迄个割礼的传统，会甲迄个犹太教的遮的礼仪概念，所以基本上伊咧论呢，借着割礼咧讲到后壁律法主义的危险性啊。佫有无？
无咱来第一章读到第10节好无？来继续，咱做伙来读，咱做伙来读。保罗做使徒，毋是出自人，也毋是对自对人，就是对耶稣基督，甲互伊对死人中搁活的爸上帝，担甲当地地的众兄弟，会寄互加勒泰遮的教会，愿恁对爸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第4节，伊为着咱的罪献家己，要救咱出现今歹的世代，就是照咱的爸上帝的旨意，愿荣光归于到代代。阿们。第6节，前伫基督的稳调恁的，恁离开伊到遮紧，去探别样的福音，是我所奇怪。第7节，迄个别个毋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恁，爱拍乱基督的福音尔。当说事阮，也是对天来的天使传福音互恁，各样伫阮所捌传互恁的，伊就受咒诅。亲像阮前捌讲的，当我搁讲伊，若有人传福音互恁，各样伫恁所捌受的，伊就受咒诅。第6节，我当是对人舔面吗？也是对上帝啊？也是我在求互人欢喜吗？我若要求爱互人欢喜，就毋是基督的奴仆。中文，我是使徒保罗，我做使徒不是由人的选召，也不是受人的委派，而是耶稣基督和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指派的。我和跟我一起的信徒们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第4节，基督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遵照我们的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愿荣耀归于上帝，世世无穷。阿们。我很惊奇，你们竟然这么轻易地离弃了借着基督的恩典选召你们的上帝，而去随从另一种福音。其实并没有另一种福音，我这样说，因为有人前来骚扰你们，想要改变基督的福音。其实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天使，要是向你们宣传另一种福音，跟我们以前所传的给你们的不同，他应受咒诅。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我再说，无论谁要是向你们宣传另一种福音，跟你们从前所领受的不同，他应受诅咒。我这样说是要赢得人的称赞吗？不是，是要上帝的嘉许。难道我想讨人喜欢吗？如果我仍然想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第1节到第5节，咱拄则伫迄个分段所在有讲到，这是称安啦，伊讲做使徒的保罗，这咱咧讲古早的人，伊咧写批伫批的头前，就写收信人甲写批的人的名，伫这个所在，伊讲做使徒的保罗，伊甲伊的名甲伊的身份来伫这个所在真清楚来强调，这嘛是伫后壁，伊开始要来讲到伊的使徒的身份的时阵，伊这个算一个前言啦，伊会去讲到这个部分，第1章11节开始，伊会去论到这伊的使徒身份，
息咧。保罗强调伊家己的受呼召是受到各我耶稣基督的圣神呼召伊，互伊成做使徒的职分，毋是借着人，毋是对人来甲拣选啦吼。过来就是讲伫第二节的开始，伊有写讲，有真侪人甲伊做伙，这兄弟，也是讲这同工，因做伙来写一张批。通讲遐有一群人用保罗做领导的一个宣教团队，因真注重这张批，因为这张批是要甲加拉太教会这正教会的人讲一个真严肃的教义的问题，吼。因的教会内底有一足严重的这个错误的教导。所以因做伙来关心，做伙来讨论，然后将这个结论来写互这个加拉太教会的正教会的信徒。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真特别的所在。咱拄则已经有讲着讲，伊毋是一个城市吼，毋是一个 name of city 伊嘛毋是一间 name of church 伊是咧讲一个区域的概念。这中间有几间教会，所以用众教会。有几间，伊无甲咱写清楚。不过咱若照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的宣教历程伊所建立的教会，咱知影遐有3间教会，遐有3间教会，是保罗伫这个批中间所要甲因请安、所要劝勉的一个对象。伊咧讲到恩惠平安，甲恁三个记者这中间就咧讲到迄个救恩恩惠平安，借着耶稣基督要来享受互这个人来离开这个邪恶的世代。伊咧指这个邪恶咧指着迄个犹太教犹太基督徒是咧犹太基督徒因用犹太教的传统要入来伫基督教的教会内底，去改变因对迄个真理的认识。伊讲，你爱遵照咱的爸上帝的旨意，亲像耶稣基督为要救咱嘛，照这个旨意，伊为着咱的罪来献上，所以伊咧讲这个强调的救恩已经完成啊！救恩已经完成，是借着耶稣基督探着上帝的旨意，伊来死，所以会安尼来享受互咱，毋是因为行为的关系所以伊讲，希望恁会当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啦是咧指当初时的环境，当然有可能是罗马的统治因的迫害，阁有较重要是假教师用假福音影响之下，要来影响这外邦教会信徒。什么叫假福音？老师捌甲咱分享过，讲伫中国有一派，因称作基督徒。讲因即摆照圣经的记载基督佫在世是一个女的这叫做东方闪电伊换过来改名听起来改成是福音你若等于伫台湾的时看一寡韩国人伫咧路边就爱摕圣经甲人传福音拢甲你换头甲你祈祷迄个嘛是借着圣经。借着基督教信仰的态度咧讲家己的物件，基本上咱在讲，比如讲韩国的统一教好啦，是讲伫美国咱知影的摩门教来讲，摩门教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摩门经，有圣经以外的经典，这拢毋是基督徒，这拢是假的福音啦这是保罗所咧讲，特别是伫因的时代。因的时代所拄着这个经验是这个罗马是咧，伫罗马时代这犹太基督徒要甲这个犹太教的传统带入来伫这个基督教的福音内底这是较大的问题然后第6节甲第10节，伊就开始，伊爱讲咱讲用中文讲开宗明义啦开始伊就安尼足清楚讲着。
加勒泰正教会问题啊啦吼。伊讲我很惊奇，你们竟然这么轻易的离弃了借着基督的恩典选召你们的上帝，而去随从另一种福音。吼，这尔啊简单，这尔啊容易受骗啦吼。伊来讲啊，你着对因去啊吼。伊讲这人咧讲的根本就甲福音无有关系啦吼。啊，另一种福音其实看起来介亲像真正有一个福音共款吼，其实毋是啦吼。这是假教师所带来的一种南杂的一种概念。伊讲随从另一种福音，基本上对第7节保罗就搁继续清楚讲，其实无有另外一种福音嘛。意思是讲，无有另外一种救恩，也是讲无有另外一种方法，通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吼，这个概念，保罗伫遐讲真清楚。所以那亲像牧师引用迄个使徒行传彼得的讲道吼，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咧讲没有其他的拯救了吼。有的人定定咧解释圣经，却毋是照着迄个圣经的意思，拢讲家己的话吼。其实我足惊去听一种讲道，就是讲引用一段圣经，然后讲道中间拢无用圣经，啊，拢咧讲家己的话。所以用圣经是咧证明伊家己要讲物件呢。这是足大的危险啦吼。基督徒也好，信徒也好，牧者也好，我想这个部分是爱真谨慎吼，去分辨，还是讲去觉醒的所在吼。好，保罗伫遮真重大一项代志，就是讲，无论什么人，伊讲包括我若讲的无下伫真理吼，我嘛着爱受咒诅吼。伊的意思讲啊真严格啦吼。无论什么人无下着真理，无下着真正的救恩，迄个讲法拢有问题吼，拢有问题，拢爱受咒诅。拄则牧师讲着讲，说着他们第4章，看着彼得伫遮的审判官的面头前，咧甲因讲的时阵，因咧犹疑彼得互即个摆开的人得到医好，是用什么困难？啊，彼得伫遐咧讲啊，除了即个国外拿撒勒人耶稣以外，无有救恩啦吼。所以伫遮讲真清楚啊，只有一个拯救啊，没有赐下其他的名啊。这是彼得伫遮咧讲的物件啦吼。保罗伫遮咧讲真清楚，讲伊伫遮讲啊遮严格的一个话，其实伊毋是咧要互人欢喜，吼，伊是要爱互上帝欢喜，伊毋是要爱互人来接纳伊，吼，无，伊真正爱伫迄个所在来坚持迄个福音的正确性，因为即种的看法，伊甲使徒因有一寡无共款的看法，甚至甲彼得有一寡无共款的意见的冲突。但是到落尾，伫伊的坚持，甲伊即个伫真理、福音、救恩的坚持顶悬，才会使徒接纳伊，才会使徒接纳伊的使徒的身份。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保罗，伊有真坚定的信仰，伫即个所在，伊会当看到讲上帝要互外邦福音的一个心意伫倒位，毋是要照犹太教的传统来接受落去，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伊真清楚表达的这个部分啦吼。好，我有伫荷兰的这个资料内底，有几个问题，荷兰啦吼，咱会通思考吼，咱会通来思考啦。迄个问题的思考就是讲，加勒泰的假教师甲提摩太假教师敢有共款？第一个啦吼，第二个假教师的出现是只有伫初代教会吗？咱现在有无？还是咱会当记咧啊无？什么款的教导无下伫圣经的原则、福音的基础？是毋是有人真容易是亲像加勒泰教会共款，
离开福音。咱诶现在敢有另外一个福音显示互咱？这个问题互咱来思考啦。咱会当伫这个问题中间，若是讲拄则经文咧分享这中间，咱会当来提问，还是讲来表达咱诶想法？讲现代咱要听到有错误的教导啊无？咱要记名，咱讲代志吼，咱讲代志吼。比如讲，捌看过一个报道啦吼，有一个足有名的报道家，伊逐世纪去，西方国家也去，非洲龙澳所在也去。收足侪奉献，伊为着要去宣告，伊去买一只吼，几若百万的美金，我看毋是几若百万尔吼，几若千万的private jet 私人飞机啦。有人咧批评伊啦吼，这个报道家安怎讲？你毋知影我报道足辛苦，我着爱吼安尼真爽快去到遐吼，我才会当有气才通去感到。我毋知咱感觉这种的讲法安怎？你感觉这是福音吗？阁有另外一间教会，伊有咧做电视转播的礼拜，伊吼伫迄个过活节甲圣诞节拢会演节，而且是叫迄个真专业的音乐家来组乐团，叫专业的舞蹈家来跳舞，叫专业的科技人员伫遐吊高空，亲像天使安尼。对。一个晚会开30万美金。买门票。爱买门票。你感觉这是福音吗？I don't know 这就是目前有一寡传福音的方法，拢行为伤过commercial去。所以有当时啊，若伤过commercial去吼，有当时互人感觉是讲恁基督徒含世俗人讲相共。做到牧师讲迄个吼，伊迄票是足歹买的，佫到地台佫排队排半工相当的大场面伊迄大概种 Christmas 就好啦，差不多演的时候几啊十场，逐场拢客满，有影？是毋是有的人为着去看，为着要看迄个剧要去听去看了感动来信主？无统计，我相信无统计，无人知。所以即款的传福音，若讲者较迄个，甲1万人传福音，其中有一个人悔改来信主 ，That's very good， 对无？所以要怎讲？有无？阁有其他要讲的无？保罗伊介头讲，伊做事，伊做这个事都是
因为毋是借着人，嗯哦，哼，第一集，哦，第一集来讲，做事都毋是对着人的选调，嗯哼，受人的委派，是耶稣基督甲要互伊对世人中各来被指派的。那安尼，即个问题，咱该当问牧师，嘿，啊，你选调是安怎受选调？是即句是迄个第一集，这是即个 standard 标准答案，还是有个人选调有个人选调无，还没无相像。你若准无有真清楚对上帝遐来的感动哦，你行服侍这条路吼，会足辛苦啦。坦白讲啊，我咧想讲伊有的意思吼，啊，我的认知我是感觉讲，是不是迄当阵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有一天他要去哪里我忘记了，在路上他听到有声音，对，大马色路上他听到伊听到有声甲讲，有光甲着，对，所以伊就是安尼是直接互圣神互相，就是上帝直接建起来的。啊，有一寡使徒嘛是对耶稣，啊，有的人是因为使徒去传福音，才认捌耶稣的。我在想，伊是毋是这个意思啊？有啦，其实毋是啦吼，其实保罗伫遮咧强调的一项代志，就是讲有人质疑伊的使徒身份啦，吼，啊，伊是用外邦使徒身份自居啦。但是伊真清楚讲，伊受的呼召是对耶稣基督遐来。咱会当看《使徒行传》的第8章、第9章，特别是对第9章开始，迄阵啊叫做扫罗的人，伊还搁咧恐吓这门徒，伊要搁去迫害教会，然后伫往大马士哈大马士革还是讲大马色的路上。啊，上帝跟基督的跟甲伊照，搁有声音甲伊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代志是使徒的传统，咱来讲叫做使徒的传统啦吼。伫使徒的传统中间，因无法度承认保罗的使徒身份啦，你了解无？好来，咱搁倒转来思考，就是讲。当耶稣受掠去了后，12个使徒中间减一个，什么人？犹太去自杀嘛。所以伫使徒行传拄开始的时阵，门徒为着要保12个，所以因就去选人，去用抽考的，有无？到尾两个选袂平啊，用抽考的抽一个出来。保罗有可能啦吼，因为即马无法度搁改正常。保罗有可能要记这个啦，叫人选的啦吼。但保罗伊真清楚要表达是讲，恁的使徒传统伊无要否认啦，但是伊嘛真肯定伊家己的呼召真清楚。我想这个保罗的使徒身份嘛，像拄则David咧问的，你若要做一个专职的服侍者，你着爱真清楚是上帝呼召你。你毋通甲伊当做一个工作，还是讲一个讲啊，阮爸爸就甲我奉献啦吼，所以我一定爱安尼做。迄种诶，你若家己无清楚诶时阵，你行这条路会足辛苦啦。你像讲保罗是安怎甲提摩太讲，凡若是决志要服侍主诶人，就安怎拢会受着足侪苦。咱伫提摩太的查经内底，伊咧讲，所以你爱有准备心，你爱清楚这条路，甲你这个服侍是上帝爱你做的，吼。伊有这款呢，其实上主要是要伫，因为他不在使徒传统里面，
你了解无？使徒传统就是讲，耶稣拣12个，好欠一个，阮就用会议来选一个，即种的使徒传统。但是保罗无伫这传统内底，所以伫迄个所在要来辩解，也是讲去证明，也是讲去说明讲伊家己受呼召的这个过程，嘿。那用安尼的时阵，咱会当用来做一寡延伸的思考啦，吼。比如讲，咱前边我会记，咱拄开始伫网络查询的时，有人问着我，袂记啥问，讲若阵伫周牧师问的吼，就是讲大学的传统要入去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通袂？袂通。迄叫做台湾长老教会传统，但是这个大学的牧师，也是讲其他教派的牧师，伊是毋是牧师？伊嘛是牧师啊，伊嘛上帝呼召伊来行服侍的路嘛。所以伫制度的以外，基本上阮嘛是拢互相尊称、尊重，伊是牧师。但是你要讲啊，我安尼我会当去迄个长老教会，台湾的长老教会、凊彩教会去讲道 ，no， 袂使，伊无伫迄个传统的内底。大概保罗甲迄阵仔的使徒彼得做头这使徒的传统，迄个问题亲像安尼啦。所以到落尾就变做讲使徒，耶稣的使徒去接纳伊做这个使徒的传统内底的一份子安尼。咱之前周牧师有咧讲着讲迄个迄个啥蔡牧师遐，讲管蔡茂堂迄个二边教会牧师咧，伊嘛是爱入去即个传统内底去补修几个学分，然后是就被接纳，大概类似即种诶情形安尼啦，嘿。我是，伊就是讲你讲保罗 ，OK， 讲 apostle， 你怎样牧师讲 apostle 要 capital A， 伊个大字写，就是变做讲是耶稣拣选的使徒嘛，吼。啊啦，小 small a apostle 咧，会当讲会把是 apply 讲大家有。咱如讲有诶受紧调，会当要做，会当大家人拢会当做使徒啊。对。small apostle。你即个英文伊就讲 OK，Paul 伊嘛讲 apostle， 伊即 apostle 嘛 small a 啊，伊无写large a 嘛吼，伊咪讲。所以即个使徒来讲 ，OK， 伊咧讲，伊即摆就是讲，伊当讲伊是正统的，讲耶稣甲伊拣选的嘛。因为安尼是，因为咱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时候，伊就有咧指责讲彼得嘛。对。吼，所以迄阵来的时阵检菜，我毋知，我本来想是保罗是。伊是咧讲，伊是怎是讲，伊是正统的嘛？伊是较正嘛？基本上毋是安尼啦吼。你要看，拄则咱看到迄个前言吼，看到迄个前言，上第10节伊伫遐讲，我是要互啥物人欢喜？是要互人欢喜吗？还是要互上帝欢喜？伊即个是咧引申后壁伊要讲的物件。
特别是对外邦基督徒的态度，伊认为遐个使徒传统的遮个使徒，你睇保罗咧指讲彼得因这10几个，其实因是犹太基督徒，所以因有迄种犹太传统的思想，要甲迄个体制套伫迄个外邦基督徒的身上。那这两个尾啊，你会发现讲，彼得到尾啊，伊认唔对啦，伊知影伊家己的问题伫倒位啊，嘿。所以因为彼得又认对讲伊唔对啊，就咱即摆来讲，迄做来讲 ，OK， 保罗，但是伊这写保罗加入在教会，伊咧指讲，伊福音无就相关的福音嘛。对，所以这无相关，变做讲是这个福音检采是讲，这是我的想法，讲这个福音是因为有一排福音是要用这个律法做基础的福音，是安尼嘛？啊，安尼变检采，敢就是比如讲，安尼变做这排，检采是彼得因迄排啊。但是到尾啊吼，你注意来看讲，彼得因认唔对了，因开始了解保罗所强调伊所领受到迄个福音的真意啦吼，了后因就开始嘛来接受安尼，比如讲你来看，用彼得做传统的即个罗马天主教，因到落尾去伫逐所在咧做。你讲殖民也好，还是讲传福音也好，因就已经有接受迄个外邦，而且外邦基督徒无一定爱需要去接受甲咧即种的概念嘛。所以伫迄个所在，伫即个辩论的即个中间，因伫遐做真好的 communicate， 因伫迄个所在针对真理甲救恩的中权的时阵，因无有迄个妥协啦，讲。你袂当为着讲大家关系好，所以讲啊无要紧啊，凊彩安怎讲你安怎做拢无要紧。保罗伫遮真清楚咧强调，然后讲甲互连彼得做头的人，伊也接受安尼。所以迄个毋是讲两派啊吼，到尾啊因是正做伙啊啦。啊了后就是讲，因就真清楚，你来看落尾保罗咧做宣教的这个过程的中间，伊拢会倒转去。耶路撒冷大会去报告，为什么？伊伫迄个体制内底，因的思想，因的迄个拢已经拢共款啦，共齐骹步安尼，嘿。我放伫咱的 chat 内底吼，迄个apostle 的迄个翻译啦吼，你讲 especially a man sent out by Jesus Christ himself to preach the gospel， 保罗咧强调即个物件啊，就是讲一个人特别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然后出去传福音，所以。只要有一个基督徒愿意受呼召出去传福音，伊就是使徒。我真几啊摆伫迄个传统的长老教会内底咧讲着即个概念，足侪人爬起来跳，我袂当学白讲，咱毋是使徒安尼吼。啊，其实这是讲错误的了解。咱每一个基督徒若无每一个拢做使徒吼，迄教会吼要传福音足困难。讲吼，上帝吼特别拣选保罗，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又是他很有学问。耶稣其他的学生，有的他们的学问真的是没
无亲像保罗和你好，有诶或者所以保罗他变成伊就侪迄个学术背景啦所以伊对即个福音，伊较会晓去传达，可不可以这么讲？伊较会晓去分辨所以伊对福音的坚持就是一，就是完全是不会有妥协的。我想上帝有甲备办有伊的计划甲伊的目的啦对牧师的角度来看保罗有足成啥物人你知影？旧约的摩西，上帝互伊是犹太人保罗嘛是犹太人伊嘛是犹太教的。伊讲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OK。但是伊的父母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伊自然继承罗马公民。伊有受到希腊文的教育，所以上帝甲备办，亲像摩西是希伯来人，但是上帝互伊伫埃及的皇宫去培养、去受教育，有一寡伊需要的能力甲才调。然后摩西第2个40章伊伫倒位？伊伫亚特罗的迄个米甸的旷野。伊学习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所以然后伫第3个40章，上帝利用伊来做一个军事的领导者，做一个祭司的职分，做一个先知的职分，来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去。所以上帝备办保罗，原来有小可即种的模式，伊是犹太人，互伊藏伫迄个罗马公民的体制下面，一方面伊受到犹太迄个法利赛的教育，一方面伊受到希腊的罗马希腊文化的教育，然后因为伊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伊才有机会去到罗马受审判，伊才有机会去伫亚细亚罗马人较侪外邦的城市，甲因讲会通。其实上帝备办伊有伊的目的甲伊的呼召的工作啦，我阁补充一点就是讲迄个保罗伫即个旧约甲新约的时阵，伊为旧约足清楚的，但是过来当着即个新约耶稣的时阵，伊尾了9冬伫即个沙漠遐迄是等于一个家己的思想甲家己的信仰的迄个整顿，所以遐为遐实在是足重要。因为我顶面有去过迄个以色列去埃及的时阵，因就讲迄个我袂记得讲是一个啥物圣经的啥物上早本啥事实上伫迄个埃及遐迄搭一个迄个所在遐，所以我感觉保罗伫即个高冬即个沙漠遐上帝嘛无互伊随出来做足大迄个外邦的使者，伊伫迄个高冬内底伫遐经过有迄个潜修，佮对家己我相信上帝伫遐会互伊的磨练，佮互伊的启示有对伊将来的迄个足大的帮助，我有安尼感觉呀。多谢。我back to 我头第一问的问题就是讲，咱要做使徒的时阵啦保罗这讲这敢是咱的应该是咱的标准答案嘛？因为你也毋是上帝用耶稣甲你甲你竞选你去迄，你哪有可能是靠你家己？敢是你若讲敢是安尼？你来讲我甲来，我嘛是会当看到真侪例啊，有诶话真侪讲伊袂是使徒，但是我想因为是伊无法度，伊才去做即个做职业诶啊。
敢毋是变这是伊是一个 job。我想，咱周围我想咱嘛是应该是捌，毋是捌有捌即种人啊，对吧？因为伊是新职人员，但是嘛是佮兼啥物种别种即份嘛是有啊，嘛是要为着伊嘛是顾三顿，还是伊要利用教育趁钱啊。所以我是咧想讲，你即句伊是敢是甲你着大家讲，啊！咱若要做仕途，咱若这就是咱的，你着要有受着，就是上帝所予咱的任务啊，敢毋是？毋是讲我爱去做，我来读新学，伊读泰，我来做一个牧师，还是要做一个，我来当来去牧会教会，还是安怎？我是讲敢是一个标准的 requirement。对信用来讲，这是绝对无问题，这是绝对一个标准答案啦。无论是全职服侍，还是代职服侍，你拄则已经牵涉到几啊无共款的服侍的迄落啊吼。啊，佮我咧解说迄个 apostle 是平信徒嘛是 apostle， 嘛爱做一个 apostle。每一个受呼召做基督徒的人，拢有受呼召传福音的责任啦。吼，当然，过来讲倒转来就是讲，咱拄则看到保罗伊其实讲足清楚啊，包括我家己啦，包括所有人，若毋是伫迄福音顶悬尽责任的人，拢会受咒诅。伊讲啊足严格哦，包括伊家己讲在内哦吼。所以讲，你若解无清楚，啊伫即个所在毋是咧讲着真正福音的时阵，你就有灾祸了。哦，所以保罗伊讲真严啦，哦，伫这所在真严。做要上天的时阵，耶稣甲迄使徒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是他的门徒，被拣选的时候，咱是伊的门徒。啊，毋拄咱若是去传福音，啊，咱就变做使徒，是这个意思对吧？呀。安尼讲啦吼，我捌拄着迄个美国长老教会牧师啦吼，伊讲足实的吼，阮古早的宣教师甲恁教毋对啦。我讲啥呐？伊讲叫恁来听福音就好啊啦。伊讲福音是用听的啦，福音是爱去实践的。吼，莫来听道理呢，爱去行道理啦。啊，啥物叫行道理？就是讲你受呼召做基督徒以外，你嘛爱愿意出去传福音，来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这是耶稣的讲法啦。这个命令毋是干那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毋是干那互使徒看尔尔，毋是干那互迄11个听尔尔。今仔日留伫咱的圣经内底，是要互每一个基督徒也听到迄句呼召的话啦。吼，我想这个足清楚的，所以毋是来听福音啊，所以大家拢坐咧礼拜堂听啊，听到尾也闭道理听啊。好啊，牧师你即句毋对，啊迄句讲毋对，啊个牧师较袂晓讲，啊倒个闭做安尼啊。有一个报道家咧讲，假使牧师讲的话，咱会当实践着一句还是两句？迄礼拜的听道理就有够个啊！吼。我平有咧讲，迄个门徒嘛吼，那门徒 is basically 英文来讲是 disciple， 啊 disciple 的意思讲是，咱像是 students 学生啊，所以变讲耶稣做耶稣的学生，咱咧最二开始咧，你拢知讲，我要做耶稣学生，对耶稣的脚步来行，对吧？哦，就是咱是 disciples，
爱先做耶稣学生，但是耶稣学生甲一个咱像咱读圣经有知影两个 occasion， 第一摆送伊出去，带伊出去，见大拢毋通大。啊，第二摆再要迄摆个带伊出去，讲叫大家爱带刀啊。所以伫迄阵啊变，迄阵啊，车经迄阵会变做哪？是会当讲是变做是 apostle 嘛？还是讲伊爱出去？恁也去受洗出去就已经 apostle 啊，嘿，未受选进前吼，我拄则拍一个字叫做 followers 啊吼，然后开始来想着讲，我逐工拢要来跟对耶稣的时阵，要来学代志，也是讲去互耶稣选做学生的时阵，迄叫做 disciple， 吼。然后你若受到耶稣的差遣，安尼你就是迄个 apostle 啊。所以咱对于 followers 进入到 disciples， 然后一定要进入到上落尾的 apostle。咱若无伫做 apostle 的时阵，咱有可能到落尾会亲像耶稣的门徒，拄着困难的时阵，安那保罗这讲的，那么容易你们就改信了，你若做 followers 的时阵，有可能耶稣来是你最欢喜，当耶稣受来是你就举手讲敬伊是物价，迄是 followers，disciples 的是拄着困难，你就可能我毋敢承认，但是你若真正做 apostle 的时阵，会亲像伫迄个五旬节了后，遐个门徒共款，无搁再惊吓，知影家己的呼召是啥物货，你要爱安怎做？但是咱咧做学生对 disciple 是嘛是当时嘛是扮演一个角色，咱嘛是使徒的角色啊。对啊。有若是做 disciple， 咱嘛是做 apostle 啊。无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要做真正基督徒来讲，当然做耶稣的学生，搁做好的车营来讲，这任我是讲，这是因为是耶稣差派咱对伊所接受的任务啊。这是因为是我的 job， 也是我的工作，所以我来去做这嘛，敢是安尼？是讲，所以来讲，你也告诉你有信任，讲你是要做耶稣的好车用，你来相信讲，这是因为是耶稣交代互你去做的啊。对啊。毋是讲因为我的责任是安怎 ？OK， 讲一个较明确，你讲OK， 像我正在担任新约教会当工会主席，这是我的 job 啊，毋是，也是因为是我的 reputation， 也是因为是讲，上帝互你这个担，要交代互你去做。即但是我是感觉，大家同工都有这个想法嘛，毋是讲你这当工的信约教会，像信约会议的是讲这是因为咱要经营这间教会，还是咱要起来替上帝换这间教会。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咱较袂讲，这是我的责任，还是讲我是被选的。伫教会选举中间，我最爱强调就是讲，迄个投票是一个印证，印证是啥物货？
毋是投票，他像外口咧竞选咧讲，我较互人缘，所以我就受选。迄个印证是要印证后壁迄个叫做可能啊。吼、你的呼调，对上帝来呼调安尼啊。你即个，你咱有即个讨论的机会是讲，哦，会当三个鼓励就是讲，检在上帝甲你呼调啊啦，对。啊，呼调既然你都有即个工作互你做，你就变做讲你上帝找见你做，你要耶稣互咱的甲你选调来嘛吼。啊，咧时你转落无需要讲，我身体好歹，我定咧破病，还是啥物？迄个毋是 excuse 啊，敢毋是？哦，你若讲啊，我身体定啊，我因为身体歹，我身体艰苦，我无法度通做。啊，上帝交代互你做，了啊，伊就知讲你身体，伊是啊，讲你身体歹，你袂通做，伊来要交代互你做。这是我会当和大家做伙鼓励。毋都是安尼吼，我迄天听到一个因咧讲印证的代志啦，吼，比如讲，有一个牧师讲，有一个查甫囡仔甲讲，牧师，上帝跟我讲说，我祷告感动哦，哈，那个女孩子是我的以后为我预备的太太，啊，结果伊就甲讲，啊，要看看上帝有没有去跟那个女孩子说你是他的先生。阮定定用这个故事咧讲，所以讲，伫教会内底，咱当然鼓励讲，逐个人真正拢有听到上帝呼召，拢参与吼。但是当讲的好处就是讲，当咱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咱会当互相相替，吼，这是一个当讲的关系啦，吼。啊，所以用接续 David 咧款面的鼓励话，就是讲，咱毋免惊啦，勇敢去接受上帝互咱的呼召，啊，做伙来拼。啊，有啥物困难，我想逐个拢会当来互相相听啦，吼，伫主的内面安尼。如果说你要食饭呢，会晓袂？这听这比食饭较会饱。辛苦辛苦。无是头一个问题，你咧想加拉太的假教师甲提摩太遐写讲的假教师，啥物无共款？是毋是加拉太的假教师他们因所讲的，就是讲你一定爱行结礼，就是延续古约的迄个提摩太遐的，是假教师，就是因是咧说，去当中在讲，好像那个希腊的哲学的样子，正解，是这两种不一样哈。加拉太是犹太传统，那提摩太是希腊传统。对，所以有无共款的物件伫迄个所在。OK。当然没有说完全不一样啦，迄个内底嘛有咧讲到这个律法的问题，有加减，但是比较大的是伫迄个提摩太咧讲的，因为是咧讲诺斯底主义迄种二元论，迄种较西罗迄种哲学思想的迄物件伫迄个所在比较多，
咱来看迄个保罗伊的迄个传道的过程中间吼，伊嘛是我想伊嘛含真侪人拢无相同意见啊。哦，就像伊嘛甲巴拿巴迄个啥John Mark 哦John Mark 甲他马可马克。伊含我想介绍伊含迄个耶路撒冷遐人也袂合。我想伫过程中间，伊去到对一个逐个城市、逐个所在、逐个会堂，拢是互人大部分拢互人有意，拢互人踢走，无互人迄个赶走。无人要甲迫害啊。所以我想伊这个人一生的过程咧，常常拢是和人有 conflict， 常常有，我感觉伊是常常拢和人有这个冲撞，因为伊为着要传福音，所以我想伊常常拢爱和人，爱人辩论哦，慢慢讲辩论，而且常人说服。对无吼？所以咱来看伊这个一生是，我是感觉是伊一生是无好过啦。常常落咧下漳常常咧冤家，敢毋是？我是想安尼啦。但是因为照来讲是讲因为是伊着圣经的教示，伊安尼咧行。伊是为着要坚持迄个真理啦。伊迄伫个规律是对上帝迄搭来，所以你讲上帝耶稣的呼召，我想这是即句是毋是真正足重要？无即个真正圣神的做工，耶稣上帝调伊的时阵，我想人就倒落去啊嘛，毋是？你有对，其他对头拢系冤家。所以保罗伊伫足侪批信内底，伊嘛是真强调讲，咱若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咱所有的那些的能力，就是因为有相信有信心伫咱的身躯顶，咱才有通啊伫咧生活中间有迄个快乐。所以伊伫足侪册内底直直强调，就是讲基督徒是安怎，毋是靠你家己会当做好，是因为你相信上帝有即个圣神，你才有通啊安尼去做。所以我感觉这是伊家己本身一个足大的体验。有，我刚看了就无输呢，其他无。你讲无看到你？没有。哦。还有有若无咱就先来祈祷啊，才后壁再来开讲啊吼。来，感谢天父，才着加拉太书，阮开始来研读，也帮助阮会通来了解阮得到救恩是靠着主你互阮的恩典，你搁我的活命，毋是对阮的好所行所得到的 credit。求主你来互阮明白，才着保罗伊的提醒甲教导。阮也搁一摆为着阮家己、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是阮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主你的恩典交给阮用，阮安尼
为着暗时的组织来献上感谢，祈祷主的名，阿免。牧师，我敢会当，我有一个